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祝福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彼此来祝福。我们彼此来祝福说：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母亲节快乐！线上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46000多粒的威力还是有了不过神给我们的平安还是世人不能够给我们的。如果你真正认识这位上帝不管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你都能够拥有平安。邀请大家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真平安，我今只给你，真平安。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平安在你心，真平安。真平安，真平安，我今只给你。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当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就说真平安真平安在我心真平安主今世给我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平安真平安，我今只给你，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平安在我心，在我心，真平安主今世给主今世给我真实爱，真实爱我今世给你，真实爱是世界不能给，真实爱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实爱在你心，真实爱我今只给你，真实爱，真实爱我今只给你。我们的主在对我们来说话真实爱是世界不能给，真实爱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实爱在我心，在我心，真实爱主今世给我，今世给我，主要是给我们平安，是给我们真实的爱，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来付上代价弟兄姐妹，我们来献上感恩，这位赐我们平安，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境况，这位是我们爱
即使你是在犯错、是做罪人的时候，他依然用完全牺牲的爱、至高的爱来爱你。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要赞美这位上帝哦，他是赐下救恩，他的平安，他主动的爱，他鼓励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软弱，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在我们没路可走的时候，他给我们一条出路，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赞美这位神哦，主，感谢你，你是赐给我们平安，在世人都不安的时候，我们要领受你的平安哦。那借着祷告、悔改、回转呢，就是悔改就是我本来走自己的路，我回来走上帝要我走的路哦，愿意信靠他。耶稣的意思就是上帝拯救，上帝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承认，可能在任何的困境当中，我们愿意让他来保守、看顾、拯救、帮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哦，所以我们不再用牲畜。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开口同声来赞美这位上帝哦，他是给你们平安，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主动鼓励、主动安慰人，主动在我们无助的时候，伸出你慈爱的手来帮助我们。你在我们知道需要的时候，你透过母亲来抚育我们，陪伴我们，在教导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认识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早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是赐平安，你是赐下你永恒的盼望，你是赐给我们属天的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主，今天我们的敬拜，愿你在这边彰显你的爱，彰显你的平安，给我们的盼望。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亲爱天父上帝，你爱我们，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你在我们无助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你定义要拯救，要帮助我们，为我们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充满盼望的路，这条路是有你的同在鼓励的路，这条路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实在各样属灵的福气的路。谢谢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的继续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是充满恩典的道路。主，谢谢你，因为让我们在无助，让我们在软弱，让我们在可能不按照你的心意的时候，你依然给我们机会能够回转，回到你的路，回到你的心意。愿你来赐福今天早晨的敬拜，特别我们来祝福这些母亲们，他们用心在教导儿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些罪人一样，儿女就像罪人一样，不听管教。神，你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是了解你的心意，回转在你的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为着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一起来说：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只有一节，但是我们看到他必赐下福给谁？义人就是依靠耶和华上帝的人，他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来护卫。想想看，在你受到一些要伤害的时候，有护卫的盾牌在保护你，在环绕着你，
我们是多么有福哦！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有位姐妹在跟慕道的朋友在对话的时候，她提出一个问题哦：你怎么可以说祷告是你们基督徒的特权？我们都没有吗？她问我怎么回答她。我说：你跟求的对象的关系如何？你认识他吗？你出去跟人家随便一个人要，给我500块，他会给你500，是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关系啊？你认识这一位神吗？为什么我们有特权，我们才能够祷告？为什么？约翰福音1章12节说什么？记得吗？凡接待他过来的，信他名的人过来呢，他就给你特权、权柄，能够做什么？上帝的儿女。所以你有接待，你有信靠吗？如果你有这2项，后面的特权就属于你，你就可以祷告，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各方面的都可以向他求。所以在身心灵、在情感、产业、在事业工作，要考试神给我们智慧，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邀请主在我们的灵对了，你所接收的就是正面的，就是好棒的，就是一切神在基督耶稣里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就要进入到这个管道里面。所以你想说神我要，你的情感用喜乐来向神来求，你的意志决定神除了你之外我别无拯救，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神所命定的福就要临到你的当中啊，弟兄姐妹，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哦。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等等。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的被祝福的，你可以站立起来，将你的需要摆在神的面前哦。我们的牧者同工会为你来祝福，或者是你坐着哦。每一次我们都会讲，你愿意你就站起来，或者是坐着，你就自己向神求，或是别人为你代求。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在场的有需要，你就站立起来，不要不好意思。神的恩典要给你，不要不好意思，就大胆的向他来祈求哦。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宣告，你必将一切的福赐给愿意渴慕你、寻求你、如切慕溪水的人。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这样的福分、这样的特权，你为我们摆设了这一些的资格条件。凡接待你的，凡信靠你的，你必给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做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可以随时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撒娇、祈求。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透过这一个管道来向你祈求，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当我们接待你、接受你、邀请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在我们的灵让你来掌管，你的圣灵就向我们来彰显，你的圣灵就使我们认识真理，你的圣灵就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谢谢主，你就成为那个管道，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祈求感谢，你就透过你的恩典、怜悯、平安，赐下我们出乎意料的平安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让我们大大张口，你就大大充满在每一个你的百姓、你的所爱的子民当中。谢谢主，让我们心所需要的，我们所缺乏的，主你供应，让我们得胜有余。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最后为了主日来守望来祷告，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来，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
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哦。你全心的寻求，就必寻见。主叩门的，必为你来开门。我们来为个人跟这位上帝能够透过各样的管道来认识他。我们奉主名来祝福所有的妈妈们哦，成为智慧的妇人，知道如何管教、养育我们的儿孙。主日的阿嘎别领袖小组、青年牧区的定期会、手中的训练都能够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为了教育部在预备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用心的安排。5月21有胡维华牧师很棒的一个讲员啊，在我们当中有先知书的讲座，帮助我们更明白为什么要读，让我们先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只有先知，你也可以先知道，成为先知，先知道神的心意。求主来保守哦，我们6月11号有领袖营，还有领袖的列车装备，愿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一些的长子同工，愿意受装备，成为基督的精兵。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守望，一起为牧者、为这一些的团队来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我们在这里，请使用我们；我们在这里，请启示我们该如何按照神你的心意来服侍、来祈求。愿主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圣灵彰显，愿你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黑暗的心灵能够光照我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透过敬拜赞美，愿你自己彰显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圣殿，你的圣灵就运行，充满在你的子民的身上。谢谢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赐下你的圣灵与敬畏你、渴慕你的人同在。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你，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来服侍你，顺服你的引导。主啊，若没有人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赐下你的圣灵的感动，特别在我们当中有这些慕道的朋友，圣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神你爱他们，让他们知道神你要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就赐给他们。透过敬拜赞美，透过这些诗歌来荣耀你，也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盼望，赐下你的喜乐，在你的子民当中，在你的圣殿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特别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他们刚强壮胆，不惧怕。面对这世代的困境，主你所赐的就是永恒的平安。我们也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主，赞美这位是恩典的主。我们一起来拍手。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
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感谢主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都要赞美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赞美献给这位是主非常赐给我们非常多恩典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也是创造奇妙的主。我们一起来赞美，继续来赞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奇妙的主。是的，主，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细创造了我，你永恒爱来爱我，你创造大声欢呼，你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创造，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
一起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你所创造，在你眼中，我们都是你的宝贝。我们要来宣告主，你是奇妙的神，你对我们真好，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主，我们在呼求你名的时候，求你破碎我们，求你医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要依靠你的恩典与慈爱，安然度过生命中的难关。我们要用欢乐的心一直来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你知道我最深的地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还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我的心可想你，如大海之地安雨。神啊，求你用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引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思念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是的，主，是的。要与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伸手，怎样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是的，主，你知道，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当你从不定罪，还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大海之一般雨。神啊，求你留心地。父啊，我向你呼求。父啊，我向你呼求。是的，主，我们向你呼求，医治我，求你来医治。当我的心发昏，引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思念的仇敌。是的，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因你的救恩，因你的救恩来快乐。容我到你伸手，怎样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因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伸手，怎
我们带声来向主来宣告：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因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伸缩怎样的荣耀能力，以完了的最称赞。再来向主来呼求来。向你呼求，你有没有碰过那困难无路可走的时候？大胆的向这位神来祈求。当我的心发问，令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我们要依靠你。你知道台湾现在的情况，医疗资源快要到崩溃的这样的地步，我们人心惶惶不安。我们看到那一个本土确诊的数字一直增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又不安。主，你是赐下平安的主，主，我们要呼求你，因为你的慈爱来怜悯台湾的百姓，使我们回转归向你。过去去敬拜这些人所造的偶像，靠着他们的意志信心去绕境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得罪了你。求你怜悯这个世代，怜悯台湾的百姓，在无路可走，在不知道面对这样的一个病菌侵袭的高峰的时候，有一些的言辞可能令百姓害怕，每一天可能会病亡多少人。神赐给我们属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说止息就要止息，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呼求你，天父，我们呼求你，因为你已经将这样的一个特权给我们，给你的儿子，给你的女儿，让我们可以随神的心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在这现今混乱的时代，歪曲价值观的时代，神，让我们来寻求你，来敬拜你，也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来行。求主所赐下的圣灵来安慰我们，辅助我们彷徨不安的心，让我们知道想起耶稣的话，我赐给你们平安，是世人不能给的平安。圣灵，你来就是要指教我们明白真理，叫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的有平安吗？有，然后感谢主哦。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阿们吗？感谢主啊！我们来今天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哈？你还没有做过礼拜哈？我们有社区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哈，还没有做过礼拜，还没有介绍过你的，有没有？有吗？来后面后面这位姐妹，贵姓来？有，是我这个有吗？
OK， 我们欢迎我们这也有姐妹在我们当中。好，请坐，愿上帝赐我们同工赠送小礼物。那个阿娇姐第一次吗？正式，然后我们社区的这个据点的姐妹了我们也欢迎她。来，请坐请坐。梅宝姐第一次还是有介绍过？第一次，我们梅宝姐来，请站立起来我们社区的他们在据点，然后也都做志工弟兄姐妹请坐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就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好，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就是要与病毒共存了那虽然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数字一直在增加，但是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跟国际接轨，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要让你的喉咙干掉了，就随时补充水分那进入到教会，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个10连制但是鼓励大家来下载那个社交距离社交距离。那这个社交距离就是你走过其他地方他随时会通知你有没有跟确诊者接触过那这个手机的 app 你可以下载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 那它可以告诉你说，你有接触确诊者几分钟接触。那如果说5、6分钟，那不算是密切接触者好，那我们如果有一些状况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心惊惊在咳了几声然后就我不知道怎么了，要不要筛一下这样然后其实特别有的感冒，他就以为是我是不是确诊了那个 COVID-19 是比较不会有痰的，如果你有痰去看医生，让他确定一下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一些的规定我们来办理来遵守让我们的身心灵更健康。那我们在庆祝这个母亲节我们今天有出席的母亲还有下个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有2个礼拜的发放好，那今年有我们信的主是3一的上帝嘛今年我们也送3样，好吧？好，就这个蛮实用，你去登山，你去爬山然后里面有登山杖爬不动的时候能够辅助你还有怕太阳太大，所以有这个袋子是怎样好，现在我们就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拿到那个单子好不好？你写一下你的名字，因为我们要登记我们要登记好，请我们那个妈妈们做妈妈的，请你们站立起来好吗？麻烦你们站起来然后有发一个单子，麻烦你们填写一下你们的姓名有没有然后拿那个单子跟我们的同工换一下这样我们为了要知道要知道好。我们祝福每位妈妈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所以都去走走爬山亲近户外，晒晒太阳都有拿到吗？记得把你的单子把你的单子好，不知道都有没有拿到了单子写一下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透过妈妈来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
很辛苦了哦。还有没有妈妈们没有拿到的？好，我们大声的拍掌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妈妈哈，母亲节快乐！好，那我们110年度哦，我们的奉献证明已经有放在我们的盒子哦。那名牌盒去看一下，如果没有我们可以找我们的会计李梅这个报税报到哪个月份知道吗？报到6月哦，所以在这个期限我们可以报税那这个奉献证明可以抵扣我们的综合所得税。好，我们在5月17。7月19、9月20、11月15号有4次，我们这些小组长、区长领袖们属灵家长，我们有请巴正老师来带我们如何学习有效的冲突管理术那是透过线上的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好，那我们真安家的招待组招待志工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装潢，然后出入让我们需要有在楼下招待的志工时间是我们的周1到周5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是12点半到下午4点。你可以按照你的时间来安排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如果有这样的负担，请洽我们的社区干事陈英儒。端午节快到了，我们教会有透过小组，我们来关怀有需要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你有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然后有端午节的慰问金请小组长来申请，按照他们实际的需要那申请到5月22截止。好，那我们在第2场的主日也会颁发这些生日助学金名单已经公布在第7页。我们第2组的陈玉谦老师他的母亲陈玉云姐妹在4月25号蒙主恩召享寿86岁定于这个礼拜六这礼拜六上午9点，在桃园市立殡仪馆美德厅举行家祭，那10点会举行公祭，随即火化。那感谢主啦，因为他牧师为他受洗过，但是儿子他们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感谢主，在临终的时候，牧师已经有去为他们还有家族们为他们来祝福了那我们特别为这样的一个事来祷告愿神来帮助安慰这些的遗嘱。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后书1章5节，再一次，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提摩太后书1章5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出于感恩的奉献，神必悦纳，多种的多收。弟兄姐妹，我们正在经历神的恩典那你要认识神，透过他的施恩的管道，我们透过奉献来献上感恩。如果你不明白奉献意，你不用勉强，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人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创造救赎的主，满心感谢赞美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在你有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福杯满溢。在主日的清晨，在疫情严峻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是何等的恩典！父神，感谢你，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从你而来。今你众儿女齐聚在你的面前，将你所赏赐的金钱、才干、时间，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愿你平安，领受恩典。愿你平安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哦，弟兄姐妹，平安是这个世代此时此刻哦最需要的。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要来读上帝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1章3到7节。新约提摩太后书第1章3到7节。线上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哦。来，一起来。我感谢上帝，就是那位我跟祖宗一样用清白的良心所敬拜的上帝。我日夜在祷告中怀念着你，一起想你惜别时所流的眼泪。我就急切地想要见你，见到你我就会满心快乐。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罗以奇和你母亲友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了。所以我提醒你，那在我为你按手时，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你要使它像火一样燃烧不熄，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相反的，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爱心和自制。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知道说，透过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妈妈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吗？特别是在管教的时候，我们都当作马耳东风啊，马逆东风啊，不听劝啊，碰到问题的时候，那就要悔改这样哦。那我们也透过保罗这个属灵的父亲来提醒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听说是以弗所的主任牧师哦。那他在牧养上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他心里面有哪一些的纠结哦？我们要透过圣经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在过去这些
你透过圣灵的感动，使保罗写下这一些启示性的书信，就是要安慰扶持人。你也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圣经我们所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你圣灵的感动，当时候的提摩太也感动我们现在这些现今世代，我们面对许许多多困境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的心永远不改变。谢谢主，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好叫你的真理引导我们走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一般4、5岁的孩子可能他们要上学，还会赖床，妈妈会叫很难叫但是这个5岁的阿花，你看他在5岁的时候，他就走到厨房，然后呢踩着凳子，取出菜刀，不是在玩，而是要准备他的食材，开火煮饭。一个5岁囡仔，5岁的孩子，因为妈妈过世，父亲悲伤度日，然后喝酒来麻醉自己，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个阿花。所以自从那一天，阿花每一天他要自己来梳洗，然后开始煮早餐，然后呢，他就妈妈有这样的一个去世之前有这样的交代，所以在他要去世之前的时候，他就教阿花他一些的生活的技能，怎么教他来煮味噌汤。所以在凡事他要面对没有妈妈的时候，他怎么样继续走他的人生？不管是一般大人要做的，他都要学习。所以练钢琴、喂狗，或者是上幼稚园。阿花的妈妈在2008年不敌病魔，所以留下5岁的阿花和丈夫去世她是得了这个乳腺炎那在2003年底，她发现她得了这样的一个癌症那癌症的细胞就慢慢的来扩散侵袭她的身体。医生就告诉她说，你大概还有3、4年的生命可活。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病况，时好时坏那阿花的妈妈就在阿花4岁的时候，妈妈送她的一条围裙从那天开始就教导她如何来慢慢来学习煮饭，或者是你知道日本人他们很喜欢喝什么味噌汤好，那就教这个孩子，那让他在妈妈不在的时候，妈妈费尽心思想要能够为他留点什么。你知道做父母的特别我们带白花的我们都知道妈妈不在了妈妈在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你怎么那么杂念呢偏欧菜龟在不？偏欧菜龟杂念你会觉得他唠叨，但是妈妈不在了，就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这个妈妈叫千惠她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久了，所以呢，她就希望为这个孩子留下他未来面对他的生活，因为小朋友妈妈都准备好，所以有时候都被惯坏了，你知道吗？但是如果在比较困苦的家庭，我们就知道孩子从小就要开始学习那于是这个千惠就教导这个孩子，慢慢的来学习他如何过他以后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教导，留下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技巧，可以帮助这个孩子虽然失去了妈妈，但是呢他做了超越同年龄的这个孩子他放学回来，他要洗衣服、折衣服等等这一些事情，他要自己打理
然后有时候就是陪着爸爸，然后一起来做饭这样哈。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想要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不管是妈妈啦，或是爸爸，你有没有想过，在孩子的身上，你要预留什么，给他什么？那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是保罗他为了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写下他人生的最后一封的书信。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是他殉道之前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哦。那对象是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想要为提摩太留下什么？爱他的心，透过这段的这一篇的书信，能够表达他对这个属灵儿子的期待，还有知道他面对一些的困境，所以他提笔在不自由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封的书信哦。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将死其言怎样也散了哦。那特别针对这个属灵儿子，他要牧会，他要面对以弗所这样的一个教会哦。我们去过以弗所哦，那在那个地方，其实他们也在当时候要面临很多这些信仰的冲击特别是在当中还有一些人就是对保罗的教导不以为然。因为他现在被囚他被关起来，所以大家就会疏离他。哎呀，你服侍上帝也会被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是想保罗要留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遗产给他的属灵儿子。他也提醒说，你有好的信心，你这个好的信心是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刚才经文有我阿嬷，这外祖母罗以，还有呢，妈妈有尼基的信仰。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什么？我们长辈的信仰很重要。这个孩子会看，就好像这个千惠教导阿花，教导他如何有这样的一个谋生的技能。我们的长辈如果有好的这个属灵的产业，好的信仰，有没有留下给你？你有没有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领受？还是像我们最近读的这个圣经，我们在读什么记？士师记，对不对？没有上帝就变史诗记。不是，对，提醒我们呢，这个从伯利恒来的这个利未人，还记得吗？他做米迦的祭司，他的阿公是谁？摩西。阿公有美好的信仰，但是孙子呢，偏离了，很可惜哦。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透过这段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来提醒他，面对他人生的困境、牧会的困境的时候，要刚强壮胆，因为神所赐的圣灵要与他同在。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也让他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认识上帝对人的爱，他爱到怎样？他爱到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也透过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我们听一篇信息讲道，牧师会给我们有一些的方向，但是圣灵会告诉你，透过这段经文，可能让你想起我们的亲人，想起你面对你生活当中的困境，认识人们对神的爱怎么样去回应。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我们透过上帝的话也在提醒我们，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书信，想这样的爱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看到提摩太，他可能面对生活、面对牧会、面对一些的难处，他搞不懂为什么一位热爱上帝的宣教师、传福音的人，他这4次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旅行，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他怎么
落到在监狱里面要过他的余生。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爱我的属灵父亲，他如何去面对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跟他的困境。信靠上帝的人不是都很幸福吗？但是为什么我的属灵的父亲会这样？主教导我们，不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让我们祷告，让上帝的恩典在地要如同在天。但是我们搞不懂，透过罗马的法律禁止，然后把这个保罗把他抓起来。过去他拿着鸡毛当令箭，然后去抓这些的基督徒。但是今天他为了福音，他被抓，然后被关在罗马。之前还比较自由，但是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竟然不自由。然后他写下了这封的书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上帝为什么不拯救他？就好像我们为亲人祷告的时候，上帝，你为什么不拯救他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这里我们看到提摩太，他搞不懂、弄不懂，为什么这位神，这福音不是大能吗？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但是为福音打拼一辈子，但是为什么他面对了这样的一个困境，上帝怎么不出手？这爱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上帝透过这一些的过程当中，要提醒我们。刚才已经讲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这个新约13卷的书信当中最后的一封书信是遗言所以针对这个遗言，我们看到在不自由的当中，他被关，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因为神的大能同在，所以他能够写下这个书信，然后他有这样的信仰，美好的信仰的宣告。我们一起来读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句话我们常常在哪一个场合看到？弟兄姐妹，告别礼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很喜欢用这段的经文但是有时候我在思想说，这个故人真的是如同这一段的经文这样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真的吗？还是我们为了要美化故人，不得不在那个故人略历写下这样的话？上个礼拜我回去新庄参加一个长老的告别礼拜安排我做慰词那真的我从这位长老的生命当中看到，如同保罗他所写的这一段的经文，他到了退休卸下长老的职分，他依然带着小组，不管是在职场上，王永庆的好助手，但是在属灵上面呢，也是成为牧师或者是上帝的好助手，所以他配得这句话。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呢，当然他也配得，但是我们来想说，我们呢，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写故人略历的时候，弟兄姐妹，别人会怎么写你跟我？还是为了不得不所谓美化了几句，或者是你真的如同保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应该跑的信仰的道路我跑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今有一个盼望，就那永恒的冠冕为我存留。你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吗？保罗他有，大概是在主后的64年罗马皇帝这个尼禄大迫害基督徒，所以保罗就在第4次的宣教旅行当中被抓，然后抓进监狱。所以他在快离世的时候，他写下了这封的书信。
我们来想说，天国的法、国家的法、家法，有时候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感受到上帝，你真的在我们当中吗？主，你不是教导我们在地要如同在天吗？我祷告了，为什么感受不到？有时候我们从亲生的母亲当中，我们也感受到，当他在生气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上帝，感受不到上帝的爱，对不对？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好像魔鬼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那昨天去探访哦，也是鼓励一位姐妹，然后我就鼓励她，如果我们错了哦，我们就该向儿子道歉，你知道吗？然后就问牧师怎么办，都会问牧师怎么办。那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问老大怎么办，对不对？很多人都把牧师看作是很18般武艺啊，但是我们都有我们的限制。但是我就昨天提醒这位妈妈，你有这样的信仰，但是你现在所做的，其实孩子他为什么会不高兴？我们来思想，因为你做了，他的主权好像被侵犯，虽然是你的孩子。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尊重？那如何去道歉？我就教他如何道歉。该赔偿的你就赔他，你不能随便丢他的东西，对不对？要经过他的同意。虽然我们在属灵上面有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一个感受，说那个不好，但是他认为好很难呢，弟兄姐妹很难。但是我们如何去拿捏哦？所以我就提醒这位姐妹哦，你可以做的，你先做道歉。那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个是其次。第二，我们看到搞不定呢，他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哦，他碰到一些的困难。那也借着这些的困难当中，显示说有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保罗他被关。他为福音被关，但是有人不以为然。哎呀，这个什么侮辱了上帝的名呢？所以就有保持距离。但是有一些人还是为了保罗他肯定他为福音所做的，来上枷锁被关被抓。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处在一个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教会也是一样很多人很多意见你知道教会是什么地方吗？弟兄姐妹，教会是什么地方？跟你的旁边说是罪人聚集的地方。罪人是什么？罪人就是你有你自己的意见然后跟上帝的意见大概都常常会违背这个叫罪人，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罪人聚集的地方常常会有很多的意见特别是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他也面对了这一些的困境他搞不定那有一些人也反驳了保罗，你教的那么好，但是现在你为什么被关在监狱里面呢？所以保罗透过这个书信在提醒他我知道你正经历这样的困境，但是愿主的平安，愿主的怜悯，愿主的恩惠与你同在。他知道你现在所面对这些的困境一样那怎么样去面对因为好多的意见他搞不定了。第三个，我们看到猜不透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见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流泪为什么？可能他在软弱当中，老师又离他而去，然后呢，到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为着这个老师流泪，然后老师也为什么？老师也为提摩太流泪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甚至如果有那个负担，我们真的是会为了这些需要祷告的对象流泪祷告，你知道吗？为他们的信仰流泪祷告。如果他们误入歧途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为他们的祷告是好像母亲一样流泪祷告你知道奥古斯丁这个他母亲为他祷告多久吗？几十年所以他后来他才怎么样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他就为了他的
属灵的儿子他流泪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不管是针对哥林多教会，或者是针对他属灵的儿子，他所牧养建立的教会他说为这一些的信徒，他可能他们偏离了上帝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属灵的父亲就为他们来流泪祷告那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教会或者是社区或者是家庭，我们会有各样不一样的情绪可能我们看到这些刚才所提的这些人他们也让保罗心碎我关在监狱里面，又不是因为我犯罪，而是我为了福音的缘故。但是这些人的信仰竟然不会去体贴，而且就是保持距离对这个保罗有这样的梳理，说他感觉到这个家是怎么样的所以弟兄姐妹，而人会这样的一个对待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就想不通啦。所以弟兄姐妹，若非圣灵的感动，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可能教会的或是亲人，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牧师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遇见弟兄姐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真的。那只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昨天我就跟姐妹分享了如何去沟通，这很重要那我们先真的在这样的信仰上如同罗马书15章，我们觉得我们信心坚固吗？我们如果觉得信心坚固，要担待软弱人的软弱那使他得喜悦得益处，然后再能够建立他的德行。我们不要在理的上面一直坚持，而是要先怎么样去化解彼此之间的冰冷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被祝福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些妈妈们很辛苦所以今天母亲节我们怎么样这些孩子怎么样祝福他们的妈妈？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影片谢谢妈咪在我小时候唱给我听这首歌，现在换我弹唱给你听。这首歌叫《宝贝》。谢谢你辛苦的照顾我们，教我们功课，煮我们爱吃的食物。祝你母亲节快乐！妈妈煮扣肉给我吃，把我养得这么重，生病的时候在家照顾我。谢谢妈妈，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母亲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谢谢妈妈煮饭给我吃，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妈妈。妈妈，祝你们母亲节快乐！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祝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亲爱的妈妈，谢谢你那么辛苦的照顾我们。虽然我很调皮，但你还是很爱我们，我也很爱你。祝你母亲节快乐！谢谢妈妈把我们生得这么健康，每天准备好吃的食物给我们吃，帮我们买
漂亮的衣服给我们穿。谢谢妈妈关心我们的健康还有安全，让我们可以学习自己的兴趣。妈妈，母亲节快乐！祝你长生不老。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 Day！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亲爱的妈妈，谢谢你煮饭给我们吃，谢谢你把所有的时间拿来照顾我们。祝你天天开心，平平安安，漂漂亮亮。好，这是小朋友他们从心里面不知道是爸爸写的，还是妈妈写的，还是他们自己写的。总之，我想透过他们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从小如何教导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知道，就是他们知道妈妈、爸爸爱他们哦。那弟兄姐妹，透过这段经文，保罗也要告诉提摩太，上帝如何爱他，那他如何爱这位上帝，他如何敬畏这样的上帝，所以他用生命在做这样的服事的时候，也留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榜样给他的属灵的儿子。弟兄姐妹，在提醒我们，有没有好的榜样，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一个祝福？特别让他们没有离开上帝。你教导他是工作第一、学业第一，还是上帝第一？这个很大的差别啊。保罗他提醒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他如何来敬畏这位上帝。他站在上帝的面前，他是持续的祖先他所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一起来念来。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上帝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要提醒的就是，透过这个书信，透过提摩太去告诉这一些与他保持距离的人，我所做的并没有违背祖先，就好像保罗在提醒他，你持续你外祖母的罗以的信仰，你母亲有尼基的信仰，我也是持续这样的一个祖宗的这样的信仰哦。所以他们所做的都是一样，所以他在透过这样来肯定，也在提醒说，我所侍奉的是清洁的良心，来敬畏这位上帝，不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私欲我被关，而是因为我持续的敬拜这位上帝。所以保罗他在讲述他为上帝的侍奉是按照的祖先的这一些的榜样来做。但是有一些犹太人，就是他跑到哪里，然后就阻挡到哪里，就迫害他到哪里。他们觉得他违背了祖宗的传统。保罗透过这个书信，也提醒提摩太，他所做的没有违反这个祖先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跟他提到他的外祖母，提到他的妈妈的信仰一样的。所以他们同样都是承认这位上帝是真神并没有偏离。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他敬畏这位上帝，侍奉耶稣好，第二个我们看到他透过祷告，他在惦记着他属灵的儿子。在面对很多的困境，我提醒我们弟兄姐妹透过祷告，不要是一下子就要用你的想法、你的说法来影响你的下一代。因为有时候他们不听特别是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弟兄姐妹，刚才这些小朋友年纪小他还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越来越年纪大的时候，我问大家，你真的可以像这样在对母亲说妈妈我爱你？或者是因为我们慢慢的成长，面子的问题，我们不敢于表达。
或者真的我们活到现在，如果妈妈还在的话，我也可以向她表达这样的话语吗？弟兄姐妹，抓住我们还有妈妈的可以表达的时候，弟兄姐妹，保罗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教导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表达他对这位上帝的敬畏跟信仰。所以他在我们看到保罗在受苦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他不是在那边哀哼，然后过日子，他在做什么？他在写信，他在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为他的属灵的儿子来祷告。他知道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可能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一些刻意要跟保罗保持距离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在教会有一些偏差的教导，他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一些的困难，保罗知道他遇到困难，所以这一些的问题会使他胆怯，所以他认为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为他来祷告，希望他有圣灵的同在，能够胜过这些的难处哦。所以在祷告当中，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不是只有用讲的，因为讲的他讲不听的时候，你就向上帝来讲，为他来祝福。所以昨天我教姐妹再次提醒她用五指的祷告法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好吗？五指的祷告法，你如何为你的孩子下一代来祷告？弟兄姐妹还记得吗？这个是代表什么？都还给牧师了哦。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怎么为孩子祷告？你可以向上帝讲说：上帝啊，我这个孩子某某某是你所看重的宝贝。来讲一遍，来，我这个孩子哦，是你所看重的宝贝哦。魔鬼撒旦，我告诉你，你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影响力哦。就是指责魔鬼，奉主的名命令魔鬼一切影响力离开你的孩子。第三个，求圣灵来充满他。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走的路，走在真理的道路。所以圣灵会提醒我们想起耶稣的话，知道什么是真理哦。所以你会奉主的名来祝福，让圣灵充满哈。然后第四个呢？上帝的爱包围他，让他感受上帝的爱。最后一个，我愿意成为器皿，就是你愿意常常为他继续祷告，无止的祷告直到看到事情的改变，他生命的改变。所以第三个，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在提醒说：我记得你一家的信仰好棒。你的外祖母，我想起我的妈妈的信仰很棒哦。虽然她不在，但是这样的信仰影响我对待的人，他对上帝的负责，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对上帝的奉献，都是影响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不是因为你热切热心的敬畏上帝，这样的信仰有没有传承到你的孩子？到你的下一代，或者是到你这一代？很可惜很多家庭是停留在我们这一代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说不听的时候，你就祷告吧，为他祷告。就好像保罗他为提摩太，他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在他的当中来帮助他在牧养上的问题，但是他透过这个书信来提醒他，让他知道说，上帝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火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恩赐，就赏赐在你的当中，所以提醒上帝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惧怕，你好好的使用你的恩赐，教导其他的交给上帝来改变。最后一个，我们看到他怎样？他说领受了圣灵，圣灵的能力是要叫我们怎样？一起来读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所以保罗在提醒他，在面对人生最后的阶段，要殉道的时候，要被砍头的时候，他就提醒提摩太不要惧怕，不要因为我这样，所以他惧怕了，他不敢再牧养下去。
神是给我们是刚强壮胆的心。所以当圣灵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本来这一些的门徒跑得不见人影，对不对？但是因为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所以他们敢站在公会的面前来做见证。今天我们不敢向人来做见证，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见证吗？或者是我们不敢跟人家传福音吗？常常会听到牧师，我不知道怎么样讲，不知道怎么讲就来上课。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讲，牧师教你。你分别时间门徒列车做什么？就是教你如何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处。但是我们就是不想。弟兄姐妹，特别提醒这些长职同工，你做这样的职分，不是只有做这些事务性的服事，上帝呼召你是要传福音了，是要牧羊。圣灵给我们是胆怯的心吗？不是，是刚强。面对这些的困境，我们可以去面对。所以保罗即使是在这监狱里面，他还是勇敢，因为他做神所要做的。上帝给我们这个仁爱的心、爱主的心，所以我们就不用惧怕。即使他要面对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提醒这些属灵孩子、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什么？我在两难当中，我选择什么？与主同在，与主同在去上帝遐不知较好了。说什么？好的无比啊！所以他对死亡不惧怕。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主的恩典真的够用啊！接受神怎么样爱你，特别我们这些社区的朋友，神真的很爱你们。来到这边，领受了各样的一个神在你们当中的恩典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接受神爱我们的心。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愿意透过这样的一个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爱，你爱神，但是看得见的人都爱不下去，怎么说爱神呢？所以提醒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爱你的心，你知道吗？你也可以表达你爱这一些世上灵魂的心，你可以表达给他们知道。神今天要透过你今天好多弟兄姐妹，特别有一位姐妹就问我我的朋友问我说这个祷告为什么是你们基督徒的特权？不公平。我说什么不公平？你认识他，刚才讲接待信他，他就给你权柄嘛，你可以跟他分享。如果你要这个权柄，你可以试看看。接待信靠，权柄就归你，不是吗？所以祷告，神为什么垂听？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主的恩典很美好。如果你不想要，还是别人的，所以我们恳求神将这样的恩典透过你，也透过你来祝福你的儿女们来，手借给我来。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卵巢。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
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赞美主。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都要赞美主。主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弟兄姐妹，主恩典何等美好！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要去尝，才知道主恩的美。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多么爱我们，你愿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赐给敬畏你的人。我们知道好不是只有停留在知识上，让我们能够用身体、用心灵来领受你的福分，不是只有想、只有知道，而是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愿主耶稣基督得胜黑暗权势的能力、权柄赐给你们，叫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愿主的永恒不变的爱充满在你们当中，如同盾牌来围绕你们，让你们出、你们入都有平安。主圣灵，你所赐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帮助我们在这歪曲悖逆的世代，依然能够走在神你恩典的道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我们彼此来祝，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我们请坐，我们彼此来祝福。